蔡瀾20句經典語錄看透人生，一定辛苦的事不做。蔡瀾回應躺平文化。蔡瀾出席書展，被問到怎看待躺平文化時，就回答：本來就應該這樣。一要過愉快的生活，要重新做人，不很難，把條件降低一點，知足常樂。二開心你就健康，不開心你就生病。三做機會50/50，不做機會是零。四梁祝的悲劇出於梁山伯太蠢，如果先把祝英台弄大了肚子，他的父母只好雙手相送。五迷戀一個人，崇拜一個人，都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現，這與年紀和經驗有關。六謙虛是美德，過分謙虛變成做作。七做電視飲食節目，做澳大利亞龍蝦，一刀斬下他的頭，一位港姐看完即刻哭了出來，才知道住在公寓的小孩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。八人生意義到底是什麼呢？吃得好一點，睡得好一點，多玩玩，不羨慕別人，不聽管束，多儲蓄人生經驗，死而無憾，這就是最大的意義吧，一點也不複雜。九精神上的健康比一切都重要。到了這個階段，一定辛苦的事，我不會，也不肯去做。十淡忘遺憾，及時行樂，過得一天是一天。11女色狼有什麼不好？風流而不下流也不是男人的專利啊！羨慕一些風度翩翩的公子，為什麼自己不可以做一個玩的瀟灑的女人？12對下一代，希望還是有的。我們人類正在變種，像在美國長大的華人子女，男的高大，女的四肢發達，並不遜於洋人。日本女子從前也是扁胸的，後來在中小學注重體育，大家才能在豪情版上看到那麼多的照片。13一毛不拔的話，不知道賺錢賺來幹什麼。14沒趣的男人，很快地衰老。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才是好男人，女人永遠不明白這一點。15做人就是努力，別看他人臉色，做人也沒必要給別人臉色看。16本來就應該這樣。最廣為人知的人生哲學，簡單直接，卻包含了深層的智慧。17食咗呢餐咁好嘅，想死嘅都唔想死啦。18吃還是最重要的，人必須吃。19好多痛苦與壓力都是想象出來的，那也可以想象將痛苦放進保險箱，再將整個箱踢進大海。20什麼人會厭食？應該是思想簡單，平時少讀書，不求進步的人。他們自卑感重，怕失敗，又不懂得處理失敗，唯有厭食或是暴食，走向任何一邊的極端。